拉姆納拉揚拉姆，讓我試着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觀點。我給你穿上昂貴的衣服和各種飾品，然後送你到一個有2萬名盲人居住的地方。你盛裝站在舞台上，但你的觀眾全都是盲人，他們看不到你的鑽石，也看不到你的華麗服裝。即使他們稱讚你，那也是沒有意義的。穿衣服和沒穿衣服之間並沒有區別，他們到處吐痰排泄，沒有覺悟的地方就像是盲人的世界。他們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。有一次我被請去為一棟房子奠基，我看得出來那個人將在6天後去世。我給了他祝福，但我告訴他的兒子，沒有人知道他還能在這個世界上停留多久。在這樣充滿不確定的時代，人們相愛並承諾要見面，但在前往見戀人的途中卻被一輛公交車撞死。你怎麼能把自己的人生建立在這樣的不確定性上呢？如果你把一條毒蛇放在一個容器裏，那麼你以後就會害怕打開任何容器，因為你不知道那一個裡面有蛇。在每一刻都帶着死亡烙印的地方，還有什麼事情是真正重要的呢？